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侯友宜讲，南北合作是6城民意的期待，因那郭文哲也是强调爱全民调，若是双方结果差无介济，安尼就伊就接受做副总统的人选。台中有诈骗集团利用叫希望站摕到民众的信用卡资讯去偷录卡，警方初步清查有30个人受害，目前已经甲5个嫌犯上班。屏科大团队今年又搁伫咧云林山区发现13摆石虎的形影，这是自从1988年以来630档又搁伫咧云林港测到石虎。2024的总统选战，南北要合作，到今也未定案。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是发声讲，火车未等人。今仔日搁再强调，南北合作是6城民意的期待，因会共同合作，未辜负人民。因那郭文哲这边是表示讲，已经有收到国民党毋是初选，嘛毋是全民调的方案。不过郭文哲家己是强调讲爱全民调，唯一会当体谅的就是民调的结果，双方若差无介济，安尼无论输也是赢，伊拢接受做副总统的人选。去台中拜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受支持者热烈欢迎。不过各界关心南北合的进度，侯友宜前一天用火车过站都未等人来比喻，佮传出下最后通牒，其他无讲好就破局。民众党郭文哲也放明讲，无佮坚持一定爱全民调。侯友宜则表示，会sen起身份面对两党协商。蓝白合作是6城民意最大的一个期待，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式，大家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恳，大家一起共同面对，携手合作。我还是相信科学哈，只有全民调才能够真正反映民意的哈。我也愿意退让一下哈。就算是全民调哈，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啊，我们还是愿意当副手来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要拼参选总统的郭台铭已经送出超过8万份的联署书，不过联署过程乌色案件一直传出来。士林地检署阁成立禁见一个涉嫌收购联署书的县长的经理长，阁传出有过境办人员也被约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传黄世修、郭守正，甚至到郭台铭本人都被约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消息。郭办严格禁止违法行为，可是我们要呼吁司法单位必须要严守行政中立。过境办负责相关的风声，强调官方联署站拢无牵涉违法代志，会全力配合侦办。不过也认为检调大动作调查无符合比例原则。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鸿海富士康集团和中国查税查土地，最近伫网络有传出富士康伫爱补税补1800亿人民币，也佮有大约2万个卡球场遐大的土地，拢爱互中国收去。鸿海表示，富士康是合法的经营，一切拢正常。不过今仔日鸿海股价也是继续下落。鸿海亚太富士康集团进行传出，和中国查税查土地。最近网络谣传，富士康爱补税1800亿人民币，加差不多2万个卡球场的土地会被收回国有。前日暗时，鸿海发动信澄清，这是谣言。富士康一直是坚持合法合规经营，集团生产经营拢正常，希望大家明辨是非。
观察车衫红海股价开盘95.8块，波量上悬到96.2块，波量上低是95.2块，跌1.5块。如果它不澄清的话，那么市场的信心一定会崩溃掉哈。那所以呢，它在这个做这个澄清的动作是一定要的。这个官方宣布就是说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它的股价应该还是会这个还给他一个公道。资深分析师表示，鸿海发布当信，主要是希望能讲清楚外界记录，杜绝网络无实在传言化开。观察鸿海股价，这代志无避开进前，最近股价上悬是10月13日107.5块，代志爆发了后，10月30股价创上期只有94.5块，相差13块。有个中国也无公开调查结果进前，鸿海股价可能还会继续盘整。专家认为，有关富士康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在总统选举进前对外公布。如果他有意要干扰台湾现在这边的一个经济安定的状况他有可能陆陆续续会在选举前去公告啦，届时再跟他的那个 ECFA 的一些调查连接在一起。专家指出，那中国假是查到富士康有疏失，富士康就算被处分，应该也袂是天价罚钱，若无可能引起中国外资公司的警戒，对中国吸外资投资是不利的。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集英社出版《亚洲人物史》，说将咱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写伫咧中国的历史人物。李登辉的查某囝李安妮表示遗憾，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表示，李登辉是为咱台湾的自由民主做出正大贡献的人物。有日本的媒体人就分析讲，集英社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压力才安尼做。日本集英社出版的《亚洲人物史》系列拢总12套，介绍为古早到21世纪的亚洲人物。最后一本是迈向亚洲的世纪，按照地区国家来分，李登辉加前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武打演员李小龙，也个达赖喇嘛14世，拢算是中国历史人物。行政院长陈建仁初三表示，希望日本出版社会当尊重李登辉对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做的重大贡献。李登辉前总统呢，确实是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发展还有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崇他。我们也希望他们尊重李登辉前总统对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发声明讲，无论是为出事迄个时阵，还是二战结束到即马，李登辉拢无应该算伫中国。强调李登辉是台湾人，心中所想所做的，拢是台日两国关系。呼吁集英社会当思考，把李登辉列伫中国敢有适合？也许是压力，也许是自己自主判断吧。为了不得罪中国，日本很多的出版物都有类似的状况啊。这个在日本的台湾团体一直在努力的抗争。日本媒体人苏班明夫伊分析，一寡日本人对台湾甲中国的关系也是分袂清。集英社即届新册无排除背后有中国的压力，要改写较早多年来的一寡认知。台日双方也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对今年5月开始，就诈骗集团利用钓鱼的网站，摕到民众的信用卡资讯了后，去伫东区一间商场用 APP 偷入卡买物件。即马这间商场报案，警方清查发现有30个人受害，互偷入卡上百万去啊！目前警方嘛已经把这5个嫌犯送办。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来到商场的珠宝专柜，真专心咧拣，专柜人员无起疑心。详细了解了后，这个查甫人就决定要买，摕出手机线顶支付，入卡结束。不过，其实伊是诈骗集团的成员，都在利用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逃入。歹徒在取得这个相关的信用卡的资料之后，就在这个商场的 APP 进入这个商场的 APP， 那去输入相关的一个资讯，那获得这个申请成功的一个资格来进行盗刷。诈骗集团用同款的手法，伫今年5到6月时，伫同一个商场几内的柜位偷入，买的拢是价值较悬的商品。警方查到集团成员有5个人，也查出偷入的商品甲关价珠宝等等。原来嫌犯发送钓鱼简讯，
有怪民众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安全码，结果摕到手机验证码了后，就用来绑商场的线电支付 App 投入。目前清早有30人受害，投入的金额有上百万。我都用信用卡比较多，实体的啦，我用实体的。就怕被盗刷啊！他们晚上做的都很像官网一样，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很多人很容易被骗啊。对啊。为少民众表示，实体的卡片有时阵会当透过签名进行安全认证，不过线电支付只要录手机的 QR code 就会使，相对之下较无安全。若袂长，敢若透过声明表示 App 的治安无问题，而且经过消费者绑定才会当使用。民众的个资的外泄是因为点入去钓鱼网站，会配合警方做后续的调查。记者台中报道。昨英伫咧台北网甲一栋公寓，因为铁窗啊漏旧落去，吊伫咧半空中空洞海，冷气的室外机抑有外壁的泰鲁嘛拢落落来，好佳在是无人受伤。毋过这嘛因为公寓的所有权人无尽到管理维护的责任，相当会罚款到30万。警方齐步出动，看到规涂骹的喙泰鲁，抬头看顶悬，规大片铁窗落落来，卡伫咧半天，就连冷气室外主机嘛落伫咧银钱卡顶悬，都惊随时会割落来，随有风扫散。所以买便当转来，都坐落去才2分钟尔，等你恁弄啊无时间，叫我拍来，乒乒乓乓安尼，我错者我来开门看，就规片啊。代志发生是台北市艋舺五常街一个公寓4楼，初日暗时6点外，铁窗无已经落落来，泰鲁阁一直落落来涂骹，讲歹厝边仔的豪宅阁破几落的大坑。当地民众看这情形，赶紧甲警方报案，联络厝主来清理，阁找人甲铁窗拆除。无代无志，通用拼落，大家嘛唔知影。拄甲再拼落，无去讲着人。咱共弄歹，就是爱共修理啊。该4楼屋檐外侧悬挂之铁窗，于21时49分拆除完毕，确认危害排除后，现场恢复通行。中会现场已经清理好啊，大细块泰鲁嘛拢装地啊，铁窗暂时放一边。警方初步调查，铁窗老化，甲泰鲁规个拆落来。厝主是讲，厝因为租互别人，目前阁有厝卡，会负起赔偿的责任。无来监管处也是被罚。如有掉落情事，因已有公共安全的疑虑，监管处将依违反建筑法77条规定，处以6到30万的罚款。厝的所有权人甲使用人无现尽管理维护责任，台北市监管处表示，会依法罚6万至3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伫要举办七七赛甲亚锦赛，毋过毋但建筑物抑有问题，就连停车场嘛，互议员抓到出入的动线会拍架的问题。市长周办也是回应讲，试办比赛时阵，因会实际来看车流的动线，再过来调整改进。台北市监管处初日核发台北大巨蛋所用执照，特别来测试赛甲亚锦赛场馆周边交通压力测试。不过，即马停车场的动线真乱，也引起讨论。大巨蛋的停车场的入口却把它设置在光复南路的第1车道。车道的容流量只有20台车，这个未来面对动辄3、4万人以上的活动，根本就是不堪使用。有议员认为应该做上海拍算，那这是袂使多封条做车路。同款问题也有大客车临停黄线甲设置伫个分抢路边，晚上用临停有约制。不过闹大客车无预约到场，停个等，车流就会踏甲光复南路，而且停车场的出入口也大客车甲汽机车动线交错拍架的问题。车流交错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状况，而我必须再强调一次。预约下车的这个制度，在黄线上来讲，以目前的法规是没有这个法规的，因为黄线不是一个专用的路权。我也要求交通局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远雄针对各项交通必须要做相关调整因应在亚锦赛举办期间，也必须随时监控。周万安表示，11月会举行示范赛，到时阵会做动线实测，各监控车流状况。房协甲晚上所提出的交通营运措施计划，也要依照这2场实测赛的情形，做出相对应的调整改进。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的台南市议员朱正宪指控立委参选人李全教伫咧公祭场合对伊起卡动手，将伊阿嬷棍压掉咧伫咧恐吓，即马已经报案而且提告。不过李全教这边是讲，迄当阵敢若是甲手抹伫咧朱正宪的肩胛头尔，并无甲恐吓。朱正宪。 就一直扣住，好，都没有放了啦，就长达5分钟啦。了解迄当时的状况，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朱正宪指控立委参选人李全教两个人伫台南殡仪馆等的时阵，对伊甲暗棍缩掉的，而且甲恐吓。会在公开的场合有办法这么的理所当然的对我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他的法治的精神可能不够，他觉得这样做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那这样也代表着，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很难讲的。朱正宪讲，迄当时互李全教控制自由，而且对伊大声骂，起因就是伊几落届捌公开指控伊过去有贿选，李全教找伊理论。他都一直强调他自己是无辜的，他没有贿选，他没有社会，他可以在他的平台上不断的上播一些有悖于事实的资讯。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去把真实的资讯揭露给我们选区的民众吗？ 针对这部分，李全教阵营也表示，李全教做人海派，迄当时把手搭伫对方的肩胛头，公开场合问朱正宪所讲的贿选也个乌金是啥物，并不甲伊恐吓。 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互动，怎么会变成恐吓？这种扭曲事实，难道是真的选情告急了吗？他屡次这样子一直抹黑李全教先生，不管是在网络新闻媒体或者是公开场合，那已经对李全教先生造成他的人格上的磨灭。台南市立殡仪馆怀哲厅涉嫌妨碍自由等案。 本分局已经受理依法办理中。李全教阵营也无排除过朱正宪诽谤意图使人袂当选的诉讼，只不过殡仪馆关键的监视器画面，警方以警察无公开无要提供，但是真相爱等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三立集团掌握有线电视集团中加27派股权，达到垄断的红线。NCC 的要求爱限期改善。 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智阁要求 NCC 得要定出，若无改善是要安怎处理。国民党的立委是批评 NCC 用无同的标准来对待三立甲旺中集团。因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是回应讲，相信 NCC 的判断甲决定。三立集团透过转投资上层控股公司掌握中加股权27%，疑似落到媒体垄断的红线。 NCC 表示要求中加甲三立限期改正，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要求 NCC 爱明定改善的期限，唔通拍假球。国民党立委批评 NCC 是相定标准，请 NCC 明确的定下一个期限，未能于时限内完成改善的话，那你的处罚、你的相应的处置是什么？以前你们对旺中集团。 是什么样标准？现在对三立又是什么样标准 ？NCC 独立机关不独立啊，双标。现在也立委质疑 NCC 失去独立机关的独立性。不过行政长陈建仁出面道讲话，伊相信 NCC 的判断。 我们相信NCC 呢一定会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料呢去做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因为 NCC 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相信他们的判断和所有的决定。另外，进前陈建仁备询的时阵捌讲，核电是绿电，被人质疑政府会核家园地段改变，陈建仁澄清政策无改变过。非核家园已经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政府的政策呢，从来没有改变。陈建仁表示，核能爱摕到绿电用途有严格规定，需要对核废料处理有真好的处理，而且 RE100并无包含核电伫内底，强调政府继续调向减碳蒸汽电力，也有废核方向，走向2050净零排碳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以哈战争，以色列宣布，因的军队已经拍入去加沙地区，将当地围起来啊。那哈马斯的战术是哪下炸弹，哪米落去地刀。不过双方到今拢无咧闹软，至少加沙地区已经上无有9000个人死亡，其中6000个人是妇女甲囡仔。联合国的警告，若是佮继续安尼战落去，恐惊到种族灭绝的风险。 米开哈马斯武装群组单战车开去，雄雄冲出来为后边挖进，将炸弹扛去了后，我先就走，随去清楚听到后边传来爆炸声。
然后提前月头向目标连续发射哈马斯为地面通道发动攻击，抵抗以色列军队的地面攻势。随之，战车大炮赶紧速度向加沙被围困地区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声明，以军是在战斗高潮已经侵入加沙北部主要都市加沙区。以色列工兵部队准将米兹拉西表示，即马是在拍通加沙通道第一阶段，不过拄到地雷甲陷阱，哈马斯已经学到经验，各有准备。以色列表示，扩大地面行动将近一礼拜，损失10多名士兵，消灭数十名武装分子。除了地面进攻，空袭有关正严重。加沙卫生当局表示，轰炸造成死伤惨重，而且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水资源严重欠缺，无安全也无清气，加速另类的武器。We are using the term risk of genocide because there is the process that is in the way is absolutely indiscriminate. It will be very grave. There is no water at present. Children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sea. 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团体表示，加沙35间病院有1/3无法度运作，真济病院正做临时难民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发去中东进前表示，百姓在冲突当中正做巴顿，会讨论如何减少对加沙百姓伤害。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来看欧洲，目前有一个风暴对英国、法国、比利时，也有荷兰这4个国家来登陆。当地风势真强真透，1点钟的风速要到200公里。伫咧西班牙，阁有德国，嘛拢有传出民众去互倒去的树啊地势。目前这风灾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强风吹倒路树，民众手内底雨伞也无法度挡风势拢开花。风暴下南为西班牙一路冲，根据当地救援单位表示，马德里一个荷兰人和倒去的路树地势，也有5人受伤。西班牙气象局对西北部甲北部地区发出红色警报，引悬可能会有9公尺。强风从海涌吹到几啊公尺悬，下南为大西洋架过来，分别伫英法、比利时、甲荷兰4国登陆。英国乔斯岛是吹到时速164公里的阵风，有面体受损。数十人伫暗时疏散到附近饭店避难。德文郡超过300间学校关起来。法国西北沿岸共款有超强阵风，普鲁贡维兰吹到193公里风速，强风将首尔联军挽起110万户停电。当地居民表示，这种威力已经唔捌看过。Ce qui veut dire que c'est une inédit en France. La première fois. Normalement, c'est un truc tropical. Mais ça atteint les côtes françaises et c'est en France. Ce qui veut dire que, normalement, géographiquement parlant, mais ça doit être beaucoup plus éloigné. Mais c'est tellement chamboulé dans la planète. Comment vous voulez qu'une telle tempête n'arrive pas en France?巴黎东北部一丛路树倒去，跌到一台卡车顶悬，卡车司机当场死亡。法国地政部指出，也有真侪人受伤，其中将近一半是消防急救人员。Il y a 15 blessés, dont 7 sapeurs-pompiers. Au moment où je parle, les 13 500 sapeurs-pompiers interviennent toujours dans des conditions difficiles. Et je veux évidemment les remercier, comme tous ceux qui rétablissent le service public partout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荷兰也警告会出现100公里的强阵风，呼吁上班的人卖出去。阿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有206个航班取消。比利时也对北部发布伽马式警报，讲会出现时速110公里的强风。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联合国公布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因为极端气候甲暖化，人类的健康嘛受到威胁，包括水源的安全、空气品质，也阁有尿失的问题。学者就警告讲，恐惊到2030年，平均每日会发生1.5件中大型的气候灾难。地球继续升温速度比科学家进前预测也搁较紧。过去捌伫1988年有向气候警报的学者公布上新研究结果显示，2020年平均温度会超过工业革命进前1.5度 C 的低限，到2050年会突破2度 C。因为今年热天高温一直创新高，有希望加做史上上大的一年。联合国公布的研究结果指出，极端气候愈来愈频繁，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health are wide-ranging, affec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rom social behaviors to water safety to air quality and food security.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上严重的就是低所得甲中所得国家。学者警告，
佮安尼落去到2030年时，当年会发生560件中大型气候灾难，平均每工都有1.5件。尤其伫预警系统无完善的国家，死亡率会比完善覆盖的国家悬出8倍。极端气候也互过去10年全球受可汗影响的土地面积增加29%。极端气候造成的威胁，一环靠着一环，全球暖化造成供水困难，欠水和卫生条件变差，造成疾病快速传播。学者建议，即马上要紧的、加上着急的是家庭碳税，增加核电来补充再生能源的空棚。以开发国家是应该帮助开发中国家发展低碳能源。公司新闻电话林编译。来看日本政府即阵推出新的振兴方案，要减免所得税、加补贴饲囝的费用，还佫有成立社会人的就业支援基金等等的措施，大约爱开大票3兆6500亿，希望会当互民众免纳遐尼济税，促进经济成长。不过，民众对这项政策无遐尔乐观。机票继续变淡，虽然互出口厂商甲外国游客真欢喜，啊，不过日本国内民众却因为物价继续冲悬，大叹日子真歹过。NHK 电视台报道，佮指出，几年前互中国超过世界排名6个第3的日本经济，真紧就要互同款限制低调的德国超过6个全球第4名。日本政府初二推出规模合大票差不多3兆6500亿的振兴经济方案，目标是要就减免税关来提高国民的应支配所得加购买力，达到提高总体 GDP 的效果。今まさにデフレ脱却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の瀬戸際だからこそ、あらゆる政策を総動員し、国民の可処分所得を拡大する。所得減税はそのために行うものであることを改めて強調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国民の可処分所得を後押ししながら、我が国の稼ぐ力を強くしていくために全力を挙げます。具体做法包含调降纳税人的所得税加住民税，无达到纳税标准的低所得的人要有补助。另外，即马针对燃料价格的补贴期限延长到明年4月，也有增加国民用力补助、企业设备投资的资源等等。啊，不过不少人对这减税甲补贴保持怀疑观望态度。やっぱり物価が高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に、全然お給料は上がらないので、日々大変になっています。野菜も今高いですし、はい、今もランチを探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みんな高いのでどうしようかなって考えていたところでした。日本政府估算显示，这波振兴方案应提高整体 GDP 达到19兆1票，比政府减少税收甲开业金额17兆1票较悬。啊，不过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指出，这时阵推出减税时机完全唔对，因为日本企业年度调薪的时间拢是伫3月甲4月之间，相关的减税应该及时出来才有效果。即马才提出，实在是伤过慢。公司新闻徐家珍朋友。最近受到以哈战争的影响，黄金甲美金隆重的起价，尤其美金对台票是起到32块，这嘛，互进口的电器是愈卖愈贵。电器工会表示，年底以后，包括冰箱、洗衫机这寡进口的电器，恐惊爱起价起到5%之多，是有史以来起上济一摆。外形时行溜溜，不管放伫厝内倒位，拢真好看。这是韩国的家电品牌全新推出的空气清净机，除了有清净机的功能，也有低档无线充电，也甲气氛灯，不论是外观还是功能性，拢真合现代人的需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茶几提供干净的空气，然后让小朋友在上面，不管是吃饭啊，或者是学习，都可以透过它去做一个搭配跟使用。也有这台上新的高阶110寸电视，卖449万，要来抢高级主题的市场。到像我们后面这一台，现在就主打金字塔顶端的 OLED 的77寸这一些，我们现在是主打说它有声控。今年隆重4天的台北电气空调店开始，吸引不少人来看店的民众，也拢望会当抢到好康的。洗脱烘，我觉得目标很明确，这是第一站，后面还要再看啊，多比较。只是美金较贵，台票落到32块。这原来互进口电器愈卖愈贵，尤其是最近佫拄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互黄金甲美金拢起。
电器工会就坦白讲，年底过了后，进口家电恐惊会阁起5%。我们成本从今年以来确实有遭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也有在考虑，可能在年末的时候会有一波的可能的涨价的一个考虑。我们以前是以台币28块兑换美金在计价，那现在已经超过32.4块，涨幅将近15%。那目前有空调品牌大金调涨2到5%，那Panasonic 创新的也有调涨2%。电器工会表示，这届调悬的幅度是6年来上悬的一届，包括生活家电、冰箱、洗衫机，拢有一定调整的幅度。在高通货膨胀的时代，来势点燃的民众一定爱算盘小得热，加比较才会当省钱。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进口鸡卵的问题影响到民众对鸡卵的信心，连带影响到国内鸡卵已经连续2礼拜的落价。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强调，为着要避免再出现欠卵的问题，也是会继续确保库存的数量。因也针对国民党要求爱公布中国若是停止液化的对策，陈俊贵讲，这是牵连到国家的利益，所以袂当公开。鸡卵要起约，和台北市农商工会连续2礼拜调降鸡卵产地甲批发计数，累计达到特大斤5块。农业部一度发挥地方政府重新和学校午餐使用液卵，不过面对进入秋冬禽流感流行的季节，农业部代理部长会在接受影音平台专访时阵表示，嘛是要建立一定的库存，稳定市场计数。如果用100万的话，30天来算的话，大概我们的库存的水位大概是3000万颗。把你的沙盘推演报告给本席。我想现在目前的推演还不方便对外公开。那它牵涉到整个本身就是不肯给，整个针对国民党立委李桂敏10月11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要求农业部提供，万一中国停止液化，政府要如何应用的沙盘推演报告。但代理部长伫专访时阵嘛表示，中国透过各种管道想要了解咱的对策，为了国家的利益，当然袂当讲。你利用这样的一个立院的这样质询来去让我们要说出我们的策略，其实就是在帮中国。我们是不会放弃任何的一个市场，但是面对中国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其实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陈俊贵强调，中国对台湾的贸易无有境来禁止输入，或者是要求业者注册，拢是咧打击台湾农业。目前咧执行对台湾的贸易比例调查，就是要互外界依准，无中国市场，台湾的农业就无法度活落去。农业部会继续来分散市场，108年台湾外销水果8成左右销往中国，目前仅存2%。记者林俊明、曾志成综合报道。台北国际旅展伫今仔日开幕，今年疫情解封，上准旅游的商机拢总有1300个单位来咧招行李，这是6档以来上大规模，甚至有的单位拢排去到场外。民宿集团网卡业者夜间促销出版推销，北京解封第2年的台北旅展，参展单位真多。主办单位头一届开放场外空间，互客别入来会场的业者也会当排打。今年的参展真的是大爆炸，他们想了办法，就是开了外挂，所以我们现在的展区呢是在场外区。比起去年再度开放边境，民众要搁咧看情形。今年旅游需求真济，计共有1300个单参展，来自104个国家和城市。不过疫情了后，各项旅游成本起悬，费用也比疫情之前搁较起。业者分析，日本团因为当地旅游车无够，和房价起悬；欧美团是因为油价起悬等等成本因素，拢会较贵。嘛因为安尼，业者推出展场价，希望城人起来买。我们也担心说，整体的包装上呢，会让消费者觉得匍匐不前。那几个限定的日期上呢，我们做了一些比较优惠的价格的销售，以刺激我们的买气。有可能是购物点比较多，它有可能是有部分的餐食必须自理，那它也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自费行程，是鼓励你参加的。那如果自己都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再下手去买。观光学者提醒，买促销商品要注意限制条件，才会当算了入场。交通部观光署也借着旅展期间，邀请来自国际人客推销台湾观光商品。交通部表示，在11月初2，第500万名旅客已经入境台湾。
明年会继续打拼达成1200万名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台湾好基金会伫咧东部经营的文化推广基地铁花村，即马传出来年底特别收起来啊。台湾好基金会表示，伫咧13当前，因带动东部的音乐发展，即马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啊。官府表示尊重基金会决定，不过若是因有需要找其他的场地，因嘛全力来协助。台东市区用旧火车站铁花路打造的铁花村音乐之路，13年来经营出一个观光点，逐工拢吸引爱听音乐的游客坐落来听音乐。市区位也真努力，不过台湾好基金会突然宣布，铁花村音乐之路今年年底关门，结束经营。这个条花路的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么成熟，这么的丰富了之后，台湾好基金会的条花村这个公益计划，应该可以在这个地方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消息传出，不少游客赶紧翕相留念，感觉台东搁要消失一个观光景点。那铁花村搁是东部音乐文创的基地，结束经营也好音乐界感觉万寿。对于游客来讲，就是还有不错的地方嘛，是有点可惜啦。可是如果他收掉换取更多不一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啦。文创的背后，表演是它的表面嘛，它的背后是什么？况且这13年来，基金会投入挖1亿，推动东部音乐文化人才培育，甲当年的理想秋收艺文展演，可能袂堪你物价加悬的压力，才会停止投资台东。不过基金会表示，铁花村的经营是公益性质，无计算成本，希望留落成功的经验，互后一个接手的人。地主台东县政府表示尊重基金会决定。那对县府而言，虽然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也只能够尊重铁花村，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当然，如果说他们有其他的需求，包括地点或其他的需求的话，我们台东县政府当然会很乐意去协助。台湾好基金会表示，音乐人才的培育也会暂停，不过在地文化展演推广会继续伫台东地上甲各地乡镇进行。那铁花村的名词会一直留伫台东，未转去别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三角公园边啊是单行道甲主干道的路口，虽然有标示爱停让，不过民众拢无咧信道，无咧打动。警方在暗时就伫咧现场抓违规无停让，2点钟内就开出41张罚单。那个停是要完全禁止下，还是有慢就行了？民众甲警方较近停让的规定，警方继续将无停让的车抓落来开单，初一暗时短2点钟就开出41张的罚单。地点就伫咧屏东潮州三角公园边仔的引道，因为是单行道，而且会接到主干道中山路，所以涂骹画有停让线甲停标语，但煞互民众当作参考用的。对了，开在了开，你想这一条路每个人都停一下，到那边你不是那边塞更多嘛？无停你就罚600，大家拢是罚你吧？汽车也无，轿车要停，即摆停咧啊，我停咧啦，后壁人若无停，搞弄就安怎？600起跳的罚单，互民众真不满，认为应该先宣导，但警方强势处地嘛有原因。中山路车速较紧，而且车流量大，加上边仔就是公园，民众行来行去，若无照规定停让，就直接接入去中山路，可能会发生事故。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5条第1项第18款。行经设有停车再开标志、停标志或闪光红灯号志之交叉路口，应依规定停让，违者可处600元以上到1800元以下罚锾。警方表示，交叉路口发生事故占总数6成，其中无照规定让车是肇因之一。今年已经有200几个人因为无停让事故过往。6月开始展开交通大执法，只要看到路面画有停单线还是停语标志，汽车爱停落来，机车至少爱伸脚踏地才搁徛，若无拢会食罚单。为着抽脱行人地角的风险，警方会继续处地，建立驾驶路口停让的观念。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宜兰县有民众因到门卡口拄好就是公车的停单区，若是停车就会犯法。经过会勘了后，县府就同意先把这公车的停单区线甲划掉。不过，这就互路权的团体搁开始批评。县府就表示讲，因会搁评估把这公车站牌刷位，保障民众上车落车的安全，慢慢去影响到住户的出入。
民众将车停伫出门口车尾部分占用公车停单区，所以互警方开罚单。宜兰关机关接到警情，最近协同关政府校长会勘，决定先暂时将公车停单区画线拆掉，也毋过安尼说互路权团体批评。这样的设计呢，对往来延平路的用路人都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和不方便了。那这样子以私害公，以少数呢去凌驾多数利益。路权团体指期，关机关的会勘结果，唔若造成公车袂当停入停靠区，坐公车的民众落车也无法度直接行上人行道，真危险。公车停等的时阻碍主线道路，也会造成后壁塞车，根本是以私害公。每天好不容易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忙了一天，辛苦下班了以后，车子停在自家的门口，还要担心被检举达人来罚钱。官员表示，民众的车停伫出门口，确实定去用检举开罚。公车停靠站已经严重影响住户出入的权益，当地住户也希望公车站带来出入问题会当解决。正常停在自己的格子里面，那车子不可能就是短的嘛，一定都会屁股超过一点点。像我前面那一户啊，就车子停在那边啊，就被检举啊。那所以，假如说在寻求适当地点站牌牵引位置前面，那我们可能会请就是路权单位是不是评估把公车停靠区改绘成红线的部分。关政府指出，当初是公车站牌设置了后，才有境外产生，造成住户使用甲公车就落车的冲突。后续会评估签刷站牌，也毋过签刷站牌进程会先撤销公车停靠区画线，也毋过也会画细红线，避免停靠区协防占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大园的内海里常常有跳电的问题，搁捌一个月跳电7摆，互当地居民是真不满。台电就表示，因会加强巡检沿海的线路设备，找出问题，彻底来解决。这边常常爆炸，这个爆炸在整个都停在。若讲到停电，民众是气喘喘。大园区内海里8公里今年跳电停电的状况真接，内海特别严重，一个月跳电7届，集中在1年至5年，影响超过300户。造成我们这样呢，很困扰呢。我嘛是讲看因要来赶彻底的解决掉。啊，无整个一个月停7届，打一间的洞。他们说是什么沿海啊、鸟兽去碰到线路这样子。有时候是临时停电吼，啊，一关里面爱用迄个呼吸器啦吼，爱需要氧气机啦吼，啊用停电吼，遐里面夹到要死。内海里长表示，往年拢有跳停电的问题，热天是较接，今年特别严重。一直跳停电，毋但造成电器的一寡设备损坏，有一寡长辈需要医疗设备的用电。若做跳电，爱搁4个去借发电机，居民真困扰。希望台电会当甲电缆地下化。请台电公司将近期停电的原因统计分析、改善措施以及时程，于会后1个月内提供。已经陆续完成容易遭鸟兽等外物碰触部分的加强包覆，以及将防炎装脚爱子更换为高分子聚合柱型爱子的完成改善中工作项目。针对桃园大园内海里反映跳电真接扰民这个问题，台电甲经发局已经派员勘查。台电表示会持续加强沿海地区线路设备等供电设施的巡检，要找出问题，对症下药。为了因应愈来愈严重的盐电害，已经先进行架电矮仔的清洁作业。后续原来会甲电火条顶管的高压架电矮仔换做高分子组合矮仔，减少沿海造成停电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小连续爆出MeToo事件，性甲性别的议题是愈受到重视。民间团体嘛利用舞台剧来推广性别议题甲性暴力的风气。即马这出戏已经演9档啊，今年是基金会最后一届公演。所落来，因特别甲这本剧本出版，让这出舞台剧会当愈发挥影响力。因为你不乖，所以要被惩罚。听，今天用嘴巴好不好？台电演出的是济性暴力受害者讲袂出嘴的生命经验。内省基金会长期协助受害者脱离暴力的环境，提供心理咨询，嘛帮助因经济独立等等。基金会旧年来也透过访谈服务对象，将性和性别相关的故事搬上舞台。自2015年开始搬演舞台剧实地，探讨性暴力、亲密暴力和性别歧视，用艺术来了解济身心受到伤害的人。
就是每一次演出完都会有一些观众跑来跟我们说，我也有这样的故事，好，我也有这样的故事，只是我不知道跟谁说。好，这些演员他也都会有机会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以及让这些生命故事的力量在这个演出中流传。今年台湾爆出侪Me Too 事件，让社会开始探讨性暴力的议题，也有电视剧《人选之人》和伊的伊等等，嘛拢和性别议题相关。好的戏剧会当让受害者愿意讲出心声，深化讨论。基金会的舞台剧实地高达已经有9年的岁月。因要出版剧本册，甲戏授权予大学剧团企业，予这出舞台剧会当伫愈侪所在演出。是我们例行最后一次的大型舞台剧的一个这个公演。那之后我们会转变用这个剧本书授权的一个这个形式，那可以更深入到我们的一个社区。我想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另类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内兴基金会宣布，今年是实地舞台剧公演的最后一届，这个月会伫台北和台南演出。说来这出戏要透过剧本授权，继续扩大影响力，来了解侪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卢尚如、曾春游新北报道。以哈战争愈来愈激烈，咱的外交部长证实讲，有一个台湾的 NGO 工作者已经安全离开加沙地区。无国界医生组织嘛讲，这个台湾人伫初一已经顺利去到埃及啊。不过目前伫咧巴勒斯坦，抑阁有300个无国界医生伫咧服务，当地医疗资源正欠缺，物资嘛因为战争送袂到位。以巴冲突还咧战，外交部初二证实，有一个台湾 NGO 工作者已经安全离开加沙。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这个台湾前线人员是一个医生，7月份为台湾到加沙提供人道医疗服务，伫初一透过立法关口过境到埃及。这届计共有22个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撤离。目前仍然有差不多300多个我们巴勒斯坦籍的同事仍然在加沙里面继续在不同的医院哦。加沙它其实目前是一个被围困的一个状况，需要的这个救援的物资也是无法进入的，或是要进入的话是非常的困难。无国界医生是一个伫各地做人道救援独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因定伫战争、动乱也是散家的所在行医。这无共识罪的鸡毛梗代表无国界医生伫受灾地区要提供人道救援，需要各款领域的资源甲准备。组织表示，因每一场行动拢需要各款人才提供帮助。去年跟今年去了南苏丹，那我一天手术就20台，那里面也很多枪伤跟战争毛伤的一些病患，我一天接的病患数大概可以有10个枪伤。如果没有非医疗的人员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水电工程啦，像水利卫生工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还有就是供应链。无国界医生表示，伫救援现场除了止痛药啊、麻醉药啊等等医疗资源，真需要各政府的帮助以外，一般的民众通透过因的展览了解前线的状况，就通有更较侪有才调的人加入行动，也是提供资源。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来看台湾大学伫咧潮州街日本宿舍是市定古迹，过去是台湾物理学之父戴文贵住的所在。即马台北市文化局甲台大合作，要投入1亿来修复，按算2025年的年底就会当完工。日本时代用柴漆的宿舍看起来旧凹旧臭，内底物件嘛拢搬了了啊，主体用钢架保护。台湾物理学之父戴文贵捌伫遮住35冬，这嘛是台大完工宿舍。1806年奉旨定做伫学市定古迹了后，即阵总算是要开始征收。第一凿，继往开来，贯穿古今。负责征收的建筑事务所表示，传达明前故基的教育意义，展现日本官舍的建筑价值，是征收的2大目标。所以保留戴教授一个火野的生活场景，都变得正重要。我们也希望修复好以后，它的再利用，它绝对不是做一个餐厅、咖啡店，而要把他所挚爱的物理学，能够更在这个地方把它充实发扬光大。台大校长陈文忠强调讲，毋若是要征收建筑物，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历史发展，即届征收大概爱1亿的预算，交在文化局补助8成，若无台大根本都无法度负担。今天这个是很特别，刚好有这个市政府的补助来帮忙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建筑是已经没办法使用，可是它要修复又很困难，这个除非是国家有预算，我们也愿意来做。
陈文忠表示，台大有62栋历史建筑甲古迹，整修一遍60万去算，就要开300多亿。希望政府会当有更较侪预算，协助有历史的大学甲文化遗产留落来。记者林巧慧、沈志明台北报道。林科大团队伫咧云林拿来山区调查人甲高山仔的冲突，结果意外记录到石虎的形影。今年又有记录到3摆石虎出现。研究人员讲，这是自从1988年以来，让30档搁再监测到石虎出现伫咧云林。这一张石虎的相片是伫业属南投分署的自动相机。今年1月是伫云林拿来平顶村所记录到的，也有今年3月嘛伫高溪乡新庄村迄条石虎出入。这4年来伫云林就记录到7摆。林业署表示，这正做中部甲南部石虎串联的重要一点。今年度林内乡平顶村及古坑乡新庄村也持续有3笔石虎记录。1988年云林县古坑乡石虎新闻记录以来，难得的调查资料将台湾石虎分布保育拼图拼凑完全。为了办理高山仔甲人高冲突的调查计划，林保署为2018年委托屏科大团队研究。不过过去30年，云林较少有石虎出入的记录。团队先伫2019年伫拿来乡记录到石虎，刷落来3年来，搁伫拿来甲高溪乡记录到石虎。因出入生态地共通点，拢是伫农产甲拿地交界。我们也会觉得说，虽然目前我们看到林内乡这个石虎的那个活动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也同时已经可以去想象到，在这样子一个地方活动呢，其实它已经跟犬猫有高度的交汇，那也势必会预期这些犬猫可能对于在这边活动的石虎是产生一些威胁的。研究团队表示，过去石虎敢若伫苗栗、台中、南投有稳定的族群。虽然即马云林拿来乡、高溪乡拢互人记录到，不过石虎伫云林生态地的族群量分布范围，也阁需要更较侪科学研究了解。希望相关单位在地居民会当重视，促进生态地品质，互更较侪野生动物伫青山地区生存落来。记者王伟雄综合报道。花莲流浪狗的问题是真严重，有的所在甚至阁有狗仔攻击人的事件。即马花莲县府按算11月开始，要甲掠流浪狗仔的问题交予动植物防疫所来负责。不过，却因为欠人力甲经费，阁爱甲中央来争取预算，所来引起争议。花莲以前掠流浪动物是由各乡镇市清洁队来做，拢是民众通报了后，各单位安排时间来掠。北溪未生了后，原地野放或者散去，鸟狗活动分区安排进场。这业务11月开始回归农业处动防所来负责。保护工作部分呢，统计到今年8月底为止的部分，在犬猫绝育的部分呢，已经执行了180只的犬猫。那在宠物登记的部分，跟相关的热区又不移除。按过动防所负责掠走5个人，不止人力案，就连经费拢有问题。县府计划向中央申请补助，按过后面第几期，县府为啥无先计划才执行呢？那为什么没有先想到人和钱？就这个是很奇怪。如果它是一个政策的规划的话，它是必须要有配套的。但是我看新闻稿，你们自己还在写说没有人力，然后预算不确定够不够，要跟中央申请。另外，包含执行 TNR 政策无照正常程序，真侪鸟狗掠起来，北溪未生了后无原地野放，也有民间收容所管理这问题。有关认为，毋是中央补助了，就应该先建县府甲民间合作，成立动保志工，先解决人力问题。制度执行面阁需要加强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人狮三大比赛之一的高雄戏赛甲人4档，今年搁再恢复举办。各国拢总有8个赛队伫咧高雄做伙大车拼，要来抢第1名，争取40万的奖金。连续跳过90几个杠条，大竞赛动作真流利，人赛少人配合甲真好。这是来自家人中兴女赛副两赛团表演，因除了是2019年的冠军，今年再次代表台湾出赛。因这摆带来创意的演出，将传统家庭来结合游戏，连音乐、服装甲布景拢真用心。除了创新的展现，嘛唔忙会当吸引少年人。连同我们的鼓乐啊，也会不一样的，跟那个音乐啊来做一个配合。以及狮子啊所呈现出来那一种的创新、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在这里面。
高雄戏赛界因为疫情停办2届4年，今年要伫这个月18、19登场。今年虽忘取消水上比赛，不过有30组家庭团体就来表演，也阁有上精彩西洋大赛，由8支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甲台湾的赛队，要拼世界西洋相关演舞，阁有40万的奖金。全台湾超过30阵的艺人吼，来表演咱台湾400年民俗甲艺人发展的故事。啊，我们邀请4队国外甲4队国内的这个西洋啊来比赛，首奖40万的这个冠军的这个荣衔。高雄戏赛界原本只是传统庙会活动，有地方领事甲政府推动，现在加做世界3大西洋大赛之一。各种传统顶头表演，阁有赛队展现真功夫，嘛是传承咱台湾的民俗文化。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天气报道在最后来关心下半晡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0度，南部地区26度至32度，东部地区25度至30度。外岛地区24度至2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下晡3点再会。